香港人食嘅燒肉啦，咁我哋呢邊做嘅都係選擇嗰啲係黑豬肉用嘅最靚嘅，咁啊再配種本地嘅番櫻桃一個生果仔，有好香嘅果香味，咁啊 mix 喺呢個燒肉裏邊。咁啊本身呢個燒肉咧比較油膩少少，佢係好酸嘅，咁我哋再加少調味，等我又中和翻，我 mix 翻呢個味道，等客人食完咧冇咁流。咁啊呢個燒肉咧都係用傳統嘅港式嘅爆皮嘅手法同埋醃製，我係自己再加咗自己公司研發一個杜松子酒，咁裏邊會有啲八角啊、桂皮啊、丁香啊，咁喺裏邊嘅，因為本身我哋醃個五花腩裏邊都要用到個香料嘅 ，mix 到咧係整個五花腩燒出嚟個風味係增加咗嘅。咁我哋可以用個焗爐咧，唔係明火去燒呢個三層肉嘅。咁都試過無數次啊，即係由個溫度啊，由嗰個肉推幾乾啊，同埋嗰個大細 size 燒出嚟效果都唔一樣。試過成片落去燒咧，係燒唔透嘅。咁啊，逐漸改細啲，原來係要某個 size，佢個火力先可以成塊幫你爆得透過個皮嘅。但喺環境之中，我又要做呢個產品。咁我只能夠喺呢個同呢個機器冚過睇下邊個死嘅啫嚇，咁最終都能夠將呢個效果做出嚟啦，我都覺得好滿意咯。自己試完啦，老闆試完啦，咁啊嗰個俾客人食完啦，哇！呢個燒肉掂喎，得喎，個皮又夠脆喎，咁係好開心嘅。最緊係人哋俾我嘅俾到個 feedback 翻嚟係好嘅。其實做港式間餐廳咧，其實燒味咧係鴨啊、叉燒啊、燒肉啊、雞啊，其實呢個四大天王你係必須要買嘅，係一定係代表香港嘅產品嚟㗎嘛。